路》，作者洪明道。路着洪小姐。头中道路面有恋仔印，点仔角路有念几只好神。因闻着涂骹的屎味，一时心色性飞去装，就念伫顶头。挂好哦，路着洪小姐。送批的伫门骹口咧休。延平路57号，延平路57号。府城甲凤山半路的一个旧庄头，高线路两边的巷仔口，米店客做伙，干那咧排队。做餐人虽忙无济啊，经济农药行生理无料想的遐尼冷清，人客就门休，头家就随出来，哪以前共款。规条街仔路顶，看面试的阿嬷、晒衫的阿母、撸手机仔的妹仔，拢伸头出来。因拢是洪小姐，毋过拢毋是配信的主人。电铃嘟嘟叫，隔壁的洪二姐伫客厅写毛笔，嘛感受到枪仔传过来的震动。伊是即庄的里长，也是地方的书法家，用金玉堂买来无几箍银的毛笔，将即个庄仔头的出世、结合、甲死亡写落来。而且伊写的大部分是国民党的代表，白写款的字体会当事先就按好。伊互电铃着车惊，顿底一时啊，又搁继续伫报纸顶头做面梦。喂，洪小姐。洪小姐面对影像讲电视，电视内底有一座纸板搭起来的，那确是舞台，无声变化的球场慢慢啊洗，号做东南西北的地方台，邀请各位乡亲父老、兄弟姊妹靠印做伙来唱歌。台南来的老小姐身穿菜市仔牡丹花布，垫一铺宝岛漫步球头帽，阮啊摇尻川花，阮啊行入去为你来唱歌的布景内底，珍珠破链伫18度内都下底闪闪烁烁。伊破链小瞧一下，然后轻轻地轻声讲话：今仔日要来唱这条拉绕的点歌心情。黄色的正楷字安尼写。洪小姐行去吵着困中昼的阿爸，摸一骹粪扫桶伫客厅豆豆啊抹家己的指甲。红桃仔色的夜市塑胶桶喙开开，目睭金金看指甲泡落落来，塑胶落仔互伊吸着，转一个。伊不时抬头看因某，同齐震动，和老小姐做伙喊：啊，心爱的，心爱的，你敢有在听？电视顶字只是空壳啊，中白白拿饭粒啊，水红色的胭脂唇一喙一喙甲饭吞落，咧唱无声的歌。送批的弄铁门，声声喊叫洪小姐的名，规条街仔的洪小姐拢心惊胆吓，声音劲我，敢若拍伫家己的厝门顶。铁门、钉仔骹、白石条、大理石壁面，全拢点字字。一张一张的结婚相片，拢是伫遮翕的。大兄、大姊、二姊、小妹、阿弟仔，因的全家福拢挂伫遮厅。洪小姐因兜有淡薄仔家伙，祖公台有几架田地别互人种作，会当互阿爸去读日本册。过转来时，已经是新的时代啊！伫新的时代，因踮遮起新厝，
迄时起厝拢爱家己引工人叫材料。阿爸的观念真深，面对路迄边用玻璃门，即阵时啊，暗顿食了散步经过的人，会当透过玻璃门，领到洪小姐甲因阿爸看的连续剧。但是现此时，邮差先生敢若会当哪看洪小姐无整假，哪伫门口三兔宣布爱到邮局招领。歌放煞，观众起身拍婆啊，啪啪啪！洪小姐拄好越头过去，看到设伫门旁的一张纸，即马规条街拢知影洪小姐有秘密的批信。洪小姐丢除无介久，就看伊的50仔出顶仔骹。伊即台50仔是阿爸买的，原底要来做嫁妆，自少年徛到即马。50仔轻考阁利便，毋免考驾照，大土啊毋免查甫人斗相共。那啊有够底伊和阿爸两人野的菜，除了喷漆褪色，烟瘾有较差，外观也是焦焦焦，一点仔酷香也无。